上新上 hit 的歌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。今日是 Friday 拜歌的时间，你今晚所收听的是报道新歌发烧榜，我们要来放榜了哦。为当咱大家最后来放榜的是阿铁拉你好，是大人你好。啊，拄啊咧，伫这新北市政府的这个广场呢，已经有一个圣诞树的点灯仪式完成了。哦，听讲是专台湾上悬的哦，上悬的哦。对啊，到底几层楼那么高呢？听3层楼，遐悬哦。哎呦，这种住邦桥的人会当小去看者。对啊，我住的邦桥是新北市的信义区啊。即马是敢若安尼吼，是啊，特别是那新版特区哦，一平70万夭寿哦，与你心有戚戚焉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房价有多贵，菜价有多贵，薪水怎么样不，咱我那是轻松来听好歌。对，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麻醉方式，上好是啦。所以今日我来赶快来听看麦，这礼拜有哪五支麻醉剂哈，真正使人感觉就是心息的哦。对第5名开始来听起哦。第5名。今天排第5名，陈庆仁跟林慧省这首《丁秀》，收到伫这林慧省哦上新专辑《丁秀》当中，嘛是个人头一张的专辑，是，参像大练这个对老卡行的老顶的时阵吼，我哋听到咱波多林播帮给拜五嘛，是啊，正好也就是我们歌唱训练班在这个训练的时候，对，多大家咧大合唱，我唔是喜花的人，厉害。迄只吼听完了以后，卖喜花，去做功课，气势就好诶吼，气势对啊，对，说真的啦，陈庆仁老师哦，咬嘎是，国在安怎哦，这里五音不全的人哦，都有办法这个被他调教的，是可以走上台去唱歌。是啊，这也厉害对不？不简单。所以随时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哦，随时就听咱波多联播嘛，我们的招生资讯。都会非常紧锣密鼓的告诉大家。唔免啦，你就直接打电话嘛，25790000卡入来。你就讲你要来报名歌唱训练班，啊那是有小可丢不要紧，啊你会当来试听。对，咱工作人员拢会做亲切为你来做服务。是的，有无哈？好，这就是这礼拜咱的第5名，陈庆仁跟林慧省的这首歌曲《丁秀》哈，嘛希望大家来当走去唱片行哦来订秀这张专辑哦，来个支持哦。这礼拜第4名是咱台语歌坛的这位天后级人物龙千玉所演唱的《故乡之恋》。其实呢，这个龙姐早期她出道就有这个夜市天后之称哦，伊是早期头一个哦，走雅琪啊，伫雅琪啊，哇！对这南部拼到北部，拼到东部、中部，全部拢去，真正是一阵旋风。对啊，而且买当来推销伊的唱片，跟那个伊的不要讲瓜尾啦，拉近关系。对，所以也这个亲切感呢，也是很多这个歌手都很羡慕，就说但这种亲切感的成功是会生成的啦。对啊，刚刚这龙千玉虽然是台语界天后，台语歌的天后，但不过。这种亲切感啊，亲像你隔壁的这个阿朱啊，你阿辉啊，为隔壁行的邻居那种感觉。阿朱姊啊，阿辉姊啊，即马变阿朱姨啊，无啦时间过就久啊，但是他完全不受这个年份的限制哇，是波奇就青春美丽的，时间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风霜，对不对？痕迹，对不对？所以尤其对伊的歌声当中呢，是听得出来，讲他的这个灵魂更加的内敛、更深沉。是的，上新的专辑《故乡之恋》呢，起码伫咧各大排行榜呢，哇，也都是冲到很前面的位置，开始很少了，然后开始很少了哈。对呀，嘛希望讲呢，大家当继续支持这个龙千玉的上新专辑《故乡之恋》。这礼拜
拜第3名，原来是大练的这个你回来迄一名，发片3周，永远都在第3名的邵大伦。没有，第1周是第4名，后来有爬1名，对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是属于。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联考的时候有分 A 段班、B 段班，我刚刚就是 B 加 A 减班之类的，就卡在中间啊，全班50人，我多好就考25名。无啦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几届考试拢25名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大练的客气啊，对啦，那些让贤哦，无啦，应该是讲这里先拜还他拢叠加，你看这礼拜抢手多少？他带第1名听到哦，随后串流外公。刚没？哎呦，今年吗？要偷看榜单呢。我不能我改偷看。我讲我用想我有知第1名还是像第1名以下。哦，啊，咱那个听落。好，无问题。拢天后级甲天王级。好，不要紧，这礼拜第3名先甲报告完好不？大练的收录伫真情专辑当中的，你回来迄一名嘛是目前的3日的8点档哈。这已经叫做世间情的主题曲啦，对吧？世间情的主题曲嘛，希望大家人多多支持，嘛希望大家人来去 KTV 吼，甲这条歌小学者，对不吼？直接来唱啊！我来讲，大练你要迄大哥吼，迄这个编号啊播出来。34518，喂，不是啦，我别乱讲。第2名。这礼拜第2名是黄义玲，这首歌曲叫做《踮在你身边》，收录伫上新专辑当中嘛是叫做《踮在你身边》啦。是的，你知道这首歌像写的无？像彭来呀。哦，彭丽呀，彭丽姐。对呀，很厉害呢。厉害哦，彭丽嘛，算讲是这个才女。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高唱嘛，高写啊，这个为了这个义玲姐来跨刀，是的，成绩相当的亮眼，所以这张专辑精彩可期啦，相信也是明年金曲奖的最大热门，大热门，对啊，像这个他对啊，那个真情专辑毛可能哦，今年吗？对啊，托你金口，你是特别来讲话欢喜，还是讲你感觉是熟悉不？无啦，这是属性，是属性吼，是属性。好啦，但是今日咧，那讲这义玲姐咧，在各大排行榜一直都是第1名，对不对？她已经占了5周第1名，现在才掉下来，稍微掉第2名，因为她占了第1名，绝对是2014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影帝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这个扯很远哦。喂。第1名，这礼拜第1名就是咱波多连播榜的大台柱Bingo周伟杰，这首歌曲叫做《今夜》，收录伫上新专辑《我要飞》。那是你有翅膀，你就会当飞；那是你有脚，你买当飞。为什么？因为走那飞，无啦。尤其伫下晡3点半时阵，要加票有？银行要关门。喂，好啦，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情歌。是的 ，Bingo 这一次呢，他在他的《我要飞》专辑当中也是全创作。然后呢，这一首歌曲邀请到了金曲奖曾经入围最佳女歌手的凤娘来跟对唱。是的，哇，这首歌深植脑海，厉害透早把酒一舔开，就这首歌的旋律。对，今夜思相机。对，嘿啊，厉害厉害在咧倒位？我来讲，因为这款旋律也当 say now。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好像密码一样的，对啊，入侵你大脑。等下，一直唱，我今夜思相机过来好不好？等待你。哇，优美的嘛！对啊，真有够优美的旋律啦！是啊，这首歌摕到第1名呢，也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啦。是的，好啦，这就是以上这礼拜第5名到第1名咱波多新歌发烧榜，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是咱波多连播榜，才听得到波多新歌发烧榜。我们下周见，谢谢阿铁，谢谢，谢谢。台中风时会摇摇。
笑，心不眠。孤夜暝你在他乡，在他乡我想你。今夜的思相机，写写是等待你。有着伊来离开，请保重你自己。今夜的思相机，写写是我爱你。约束的一段情，不敢来放袂记。花已经亲像彼日水，咱期待重逢时会约定。今夜的思相机，写写是等待你。有着伊来离开，请保重你自己。今夜的思相机，写写是我爱你。约束的一段情，不敢来放袂记。已经亲像彼日水，咱期待重逢时会约定。发烧版，欢迎收听红不让。